下俾大家重溫。係啦，咁我咧靜音咗即係入嚟嘅參加者啦。咁大家如果有一啲疑問好想發問咧，你可以隨時喺聊天室度打字，或者到時咧開翻自己個咪去查詢喎。係啦，好，咁咧簡單重溫一下咧上集提過嘅項目先。我上集咧提到輔助工具啦，都係我哋職業治療裏面咧好常用作使用到嘅，係叫做 assistive device。咁輔助工具咧講緊即係可以幫助一個人啦喺日常生活工作、就學就醫等方面咧更加獨立啦，處事方便、安全嘅一啲工具。咁因為咧一個人佢有個獨立嘅能力咧好緊要嘅。咁我哋職業治療咧講緊唔單止係一個人佢工作先至需要職業治療啦。即使佢係一個 BB 小朋友以至到老友記咧都好需要職業治療嘅。因為每一日咧都活出緊咧人生唔同嘅角色。譬如講緊咧喺食嘢方面即係如果你可以獨立自主咁樣，有啲工具幫助佢握得輕鬆啲自己擠到嘢入口就唔需要咁多人哋嘅幫助自己咧有呢個成功感啦、獨立感多啲咧其實對於一個人嘅自信心啦即係心理狀態啦，感覺咧係非常之良好嘅，可以獨立自主去做到多啲嘅嘢。咁所以咧就有輔助工具嘅出現喎。係啦，咁咧呢度咧就我哋中心嘅展示區啦。咁我哋中心咧都好大嘅連埋花園咧都有過萬尺嘅空間。咁咧喺幾個唔同嘅區域咧都有展示咧同進食輔助工具有關嘅項目包括呢個位置啦展示咗一啲軟餐嘅用品，一啲咧即開即食或者叮翻熱就食得嘅軟餐啦，係有一啲嘅模型等等啦。咁除咗中央呢個區域咧，係啦，呢度 zoom 近啲就有呢啲嘅展示，係啦，咁都好各式各樣嘅，因為而家咧陸續會多咗好多唔同嘅發明啦。咁咧我哋再望一望下咧，接近解憂花園下嘅玻璃櫃入面啦，我哋咧都逐格咧擺放咗一啲咧唔同嘅都係同即係吞嚥進食類有關嘅小工具啦。咁再喺飯台區嘅一個區域咧，我哋都展示咗有啲假嘅食物啦，以及咧係啦，都有一啲嘅進食嘅輔助工具喎。係啦，咁上一集咧，我哋提到一啲小工具篇啦，俾大家望一望個圖片先。會同大家咧今次先望一望晒個 PowerPoint，跟住咧逐步去睇一啲相關嘅 YouTube 片段嘅。係啦，好，咁咧都簡介一下啦。咁我哋咧見到呢一個嘅版面。係啦，咁呢一集小工具篇咧，咁俾大家咧即係30秒時間，自己諗一諗下，你知唔知呢啲工具叫咩名喎？咁咧做個標記先。好，咁呢一個工具咧，可以話係咧易握杯啦，有兩個柄可以俾你咧握住佢，係啦，握得容易。其實唔單止咁樣樣捉緊嘅，攝隻手入去咧就可以握到個杯。以及咧即係佢嗰個即係飲水嘅位置啦就有幾個窿，慢慢控制咧啲飲品流出嚟嘅速度，由慢啲，係預防逐親嘅。係啦，咁咧呢個第一堂啦，咁第二項呢一個咯喎，呢度 cut 住一個位咧，叫做鼻子空位杯。鼻子空位杯咧，或者叫剪口杯啦，剪咗個口。咁佢個凹咗落去嘅位置咧，其實就我哋個鼻啦。係就對住嗰粒住嘅位置嘅，就會幫助我哋咧個頭其實飲水嘅時候咧唔使擱咁高，都可以飲得清啲水，就唔使好似飲礦泉水咁樣咧擱高個頭去咕咕咕，因為擱高頭飲吞水呢個動作咧，其實就好容易落錯格、逐親咁樣樣嘅。咁然後咧第三項呢一啲咧容易握嘅匙羹啦。係啦，咁講緊咧，其實都有好多款式嘅，有啲就粗柄啲，要你咁樣握住佢，好似呢一啲咁樣樣咧，其實咧就更加方便嘅設計啦。佢就係咧一條黏貼帶，你攝隻手落去，
隻手唔係好握到咧，都運用到嘅。咁呢個第四咧就粗柄瓷同埋斜口吸盤碗嘅組合啦。可以睇到咧，即使冇防滑墊咧，佢都可以絕實到個台面嘅。咁呢啲都好常見嘅，喺復康店可以買到。第五啦，都好典型嘅就係一對輔助筷子啦，加住一個彈弓夾落去，方便咧，即係去運用嗰一對嘅筷子咧，容易啲，係有個彈弓咁樣樣喎。咁當然咧，一啲再簡便啲嘅款式都有嘅，就喺家品店咧買一啲簡單嘅食物夾，都可以咧，好輕鬆即係類似筷子咁樣樣，去用到一啲食具啦，輔助進食喎。咁上一回我哋睇過嘅咧，就有咧，中心都有展示嘅Eatwell 一套嘅輔助餐具啦。咁佢嘅獨特之處咧，其實包含有一啲容易進食嘅元素，包括個底咧有吸盤啦，容易吸住個台面。係啦，咁佢個杯咧有啲位斜斜地嘅，方便啲流質啊，或者個碟都係斜斜地啦。我哋見到佢啲食物側埋斜埋咗一邊嘅。方便你更加容易滗啦，聚集晒喺一個底部，更加容易滗。啲水咧都會斜斜地聚埋一邊，方便容易飲，唔使擱咁高頭咧都可以飲到嘅。粗柄設計啦，亦都佢嘅特色之處咧，紅色、黃色、藍色對比強烈，好 sharp 咁樣咧，原來顏色鮮豔啲咧，可以增加一個人嘅食慾嘅喎。咁如果大家發覺自己或者屋企嘅對象咧，家中長者好似胃口麻麻地，不妨嘗試下咧，用一啲鮮豔啲嘅食具去即係同佢進食啦，紅橙黃sharp 嘅顏色咁咧，有機會可以帶嚟提神嘅作用啦，幫佢咧促進食慾嘅。有時咧講緊未必話一個方法咧適合晒所有人用咁，但係咧我哋不妨多多嘗試啦，睇下邊樣方法咧去啱適合咧你所照顧嘅對象用喎。咁第二啦，叫斜口碗啦，或者叫做負吸碗嘅高邊碗都係咧好常見嘅一啲輔助工具咁大家喺一啲復康店譬如常見嘅真善美樂康軒等等，或者網而家好興咧即係淘寶HATV Mall 好多網購嘅地方買一啲母嬰用品店咧，都會揾到呢類產品嘅咁，因為咧我哋想象小朋友同即係能力有一啲退化嘅長者都係差唔多咧，即係隻手冇咁靈活論盡啲，可能容易推冧倒瀉一啲嘢咁有一啲工具幫助佢哋絕實個碗有一啲匙羹柔軟啲易入口，都係可以好大幫助嘅，預防啲嘢食咧潑出嚟啦防漏防灑係啦，適合咧長者小朋友又好，或者咧係單一隻手比較靈活嘅人士用譬如中風嘅人士啦因為另一隻手咧唔能夠穩固咁樣hold實個碗喎。係啦咁有一啲設計咧就比較特別嘅係啦咁我哋未必每一件都喺我哋中心有展示啦但係陣間你可以 show 一啲少見啲嘅項目俾大家重溫下。咁就係咧防翻轉嘅旋轉湯匙一啲嘅湯匙咧，佢個湯匙位咧一路彎彎地，同埋咧你就咁搖下佢咧揈嚟揈去嘅咁碌嚟碌去咧，佢都維持咁樣向下嘅位喎因為咧會幫助咧啲食物唔會你隻手喐下喐下翻轉咗咧，易啲送入口嘅喎原來佢原理上。然後咧直膠小軟匙又係咧喺一啲嘅母嬰用品店可以揾到嘅，可能反而復康店咧少啲見呢類嘅匙羹係啦。咁呢啲直膠軟匙羹咧方面咧，就係有時長者個口肌協調冇咁好嘅，咁我亦都驚可能傳統金屬匙羹硬親佢哋喎個口又未必張得咁大，咁就可以用呢啲直膠小軟匙啦。咁有部分咧佢會可以變色嘅通常咧即係嗰啖嘢食咧去到40-50度嘅時候咧，會變一種顏色啦提示你咧啲嘢食稍為熱咗啲等佢攤翻凍個匙羹逐步變翻原色嘅傾向咧，咁先至餵啖嘢食入口確保咧個溫度係剛剛好唔會太熱喎咁跟住咧陣間會再同大家睇下有個短片
微笑湯匙喎，呢樣好特別。咁咧，佢個設計咧，好似一個鏟仔咁樣嘅。咁咧，我哋想象，譬如即使用一個軟嘅膠匙羹啦，咁我哋餵人食嘢，塞住入口咧，都要輕輕向上剔一剔，以至咧嗰皮嘢食咧可以掂到佢上顎，送到入口嘅。咁但係有呢個微笑湯匙咧，你就喺個尾擠一擠，係啦，就推到嗰啖嘢食入去，唔需要咧撩起，可能會帶嚟一啲唔舒服咁樣喎。係啦，咁即係再有呢一啲嘅長嘴杯啦，咁咧方面咧，即係卧床未必坐得直嘅人士，即係咧佢喺比較卧床後傾嘅姿勢之下咧，簡單飲兩啖水兩啖湯咧都可以姿勢舒服啦，預防續親咧就可以用呢一啲嘅設計啦，一個嘅即係長嘴啦，咁佢呢個設計咧仲有個氣孔位嘅喎。方便咧，你撳住嗰個對流氣孔咧，可以控制啲流質嘅流量減慢啲咁樣樣嘅。係啦，咁而呢一個杯咧，啱啱我上面嗰個我哋中心就未有啦。呢一個杯咧，我哋就擠咗喺咧呢個玻璃櫃度嘅。佢都係類似嘅原理啦。見到好似有個衣夾咁樣咧，夾住出水嘅位置。咁你輕輕撳一撳，打翻開個衣夾咧，流嗰啲流質嘅即係湯水就會可以流得快啲啦。咁壓住嘅時候咧，就係閂咗個閘，暫停嗰一啲湯水嘅流出嘅。好，跟住呢一個咧就易飲杯啦。唔知大家有嚟過中心嘅朋友咧，會唔會都好疑惑呢個杯係點樣用喎？咁我哋睇翻個圖解啦。佢將佢拆開幾層。佢個易飲杯咧，其實入邊咧係一個尖端兜兜地嘅設計嘅，咁都係好似咧鼻子空位杯咁樣樣咧。你微微地向下揼低嘅時候咧，都可以飲到啖水。咁咧就好似呢幅圖咁樣樣，微微向前向下咧都飲到啖水，唔需要好似飲礦泉水咁樣咧，趌高頭先至飲到，預防咧續親。係啦，咁智能防抖池啦，就需要咧即係叉電使用嘅，方便一啲經常手震啦，或譬如帕金遜症人士啦。咁咧佢個匙羹咧，陣間我哋會睇到咧，佢識得旋轉啦，譬如你食意粉咧，自己唔能夠好靈活撩起咧，佢會幫你轉個圈，即係卡起嗰一執嘅意粉。咁亦都咧即係震極咧，佢都會幫你咧維持個匙羹叉喺同一個水平。令到嘢食咧都可以送得入口嘅。係啦，咁跟住咧幸福二惠食匙咯，中心人就都有一個展示嘅。咁見到咧佢係一個全直膠匙啦。咁點樣送啖嘢食入口咧？佢呢個設計咧又係避免咧要擠入去撩起揩上顎，咁只需要擠一擠個尾，撳一撳槓桿原理咧，佢就個匙羹位呢一度，匙羹位呢一度咧，就會谷起。係啦，焗起咗就可以送到嗰啖嘢食咧，入口啦。咁就咧幫助食嘅人士啦，都感覺舒服一啲喎。係啦，咁咧輔助筷子啦，可能大家喺復康店都會見到有一啲唔同嘅設計。咁呢一樣咧，我就好推介嘅。就咧，因為更加操作容易簡單唔使加咁多配件啦，清洗又方便。咁就係咧可以買即係啲咧輔助嘅食物夾係有一啲咧好幼條狀，好似筷子咁樣樣。咁咧就容易啲運作，輕咧夾力咧都可以夾得起啲食物啦。咁幼幼地好似筷子靈活嘅感覺。咁我反而咧有一啲如果要套兩三隻手指圈入去咧，都需要花啲功夫咧，你慢慢手指擠啱嗰個位。咁可能咧反而會拗教一啲嘅。咁所以咧，如果想用揸筷子輔助筷子嘅感覺咧，咁我就建議咧簡單買一個咁樣嘅輔助筷子食物夾類嘅小工具咧，就已經有好大幫助喎。係啦，咁呢度咧提到有幾個可以選購到
以上介紹過一啲特色用品嘅地方啦。咁我哋中心有唔少產品咧，都係嚟自呢啲嘅即係供應商即係呢啲店鋪咁樣樣嘅咁大家可以參考啦。樂齡網啦，好好生活啦，安居通或者啲咧英用品店係啦。好，咁陣間咧會再係啦，會一口氣我先講晒個 PowerPoint 啦，再同大家睇一啲相關嘅特色短片。係啦，咁咧呢度咧佢係咩嚟咧咁咧就係咧一個有磁石系統嘅一組工具啊。咁咧我哋就會帶一件戴一個少少嘅手托啦，有磁石吸力喺隻手度，其他配件咧可以棘落個水樽，有匙羹、叉、刀等等。咁當我哋一啜落去咧，有磁力吸住之下咧，咁隻手唔夠力揸實，嗰件工具都唔緊要嘅，係喐到手臂就 OK 噶啦。咁可以進行一啲日常治理嘅動作，叫做咧 TACT， 係一個咧磁石輔助嘅治理工具組啊。係啦，好，咁嚟同大家介紹多少少特色嘅用具先。係啦，咁咧啱啱我哋就睇到咧其實咧有一啲類似咁樣樣嘅長嘴杯啦，可以咧躺喺度嘅姿勢餵個用家飲湯水。咁其實咧都有一啲咧改良版啲嘅設計喎，即係李姑娘逐步又認識多啲唔同嘅供應商嘅時候，咁就係咧有呢個 Rose Cup 啦。咁呢個 Rose Cup 咧，唔知大家2月尾嘅時候有冇嚟過我哋中心開放日喎？咁咧有一間嘅即係賣復康店嘅機構啦，智聯啦，咁佢哋有展示到呢一組嘅杯嘅。咁佢哋可以見到咧，都係一個長柄嘴嘅設計，但係可以咧擰一啲嘅頭落去嘅，包括你將佢轉做匙羹啦，轉做咧好似唔同大細窿嘅奶嘴造型啦，大少少嘅窿飲水等等都得嘅，即係方便咧你想嗰啲食物嘅流出嚟嘅速度有幾多有幾快咧，咁就用唔同大細嘅窿等等啦，咁就可以咧靈活配對啲頭啦，咁好特別嘅一個設計。跟住咧就輔助餵食機啦，咁輔助餵食機咧其實咧即係可以如果個長者啦佢咧手功能欠佳唔能夠咧有耐力即係咧甚至乎喐手臂即係去每啖餵自己食嘢但係輕輕喐到少少手指咧咁可以輕輕手指揩揩啦，或者照顧者去撳個模式咁就可以成個過程咧啲嘢食擺咗喺個格度咁咧就餵到入去嗰位用家嘅口度喎。陣間我哋會睇下佢嘅運作咁而輔助餵食機咧。其實咧，即係我哋上網搜尋啦譬如咧真善美都有售嘅，咁講緊咧都係過萬蚊嘅一件設備啦。咁咧喺賽馬會 A 加咧係有2款可以租借使用嘅，包括呢一款啦，喺真善美買到嘅款式4個價，係啦，以及咧即係咧一個碟輕巧啲嘅款式都有嘅，係啦，陣間我哋會睇一睇。好，咁跟住咧，亦都順帶講埋咧廚房智能設計喎。咁因為咧進食用嘅工具咧，其實就唔算太多嘅。咁咧我哋可以再睇闊啲咧。譬如喺廚房啦，即係預備煮食方面咧，有啲咩嘅環境設備咧，可以令到個過程更加輕鬆啦。譬如咧，我哋中心都會有展示咧升降櫥櫃組啦。方面咧，譬如有腰痛嘅人，彎唔到身，或者咧坐輪椅嘅人需要個櫥櫃組低啲咧，都配合到喎。係啦，咁除咗話電動啦，有一啲手動嘅槓桿原理咧，都係可以使用嘅。係啦，好，咁咧就唔知大家咧記唔記得喺Zoom 嗰度咧可以點樣樣攞支筆出嚟喎？嗱，咁我呢度咧有2幅圖啦，左右左邊一個進食嘅姿勢，右邊一個進食嘅姿勢。咁咧，你覺得邊幅圖顯示嘅姿勢係好啲咧？咁想請你幫我篤支筆打個 tick 俾佢啊！如果你記得呢個功能嘅話，其實咧喺 Zoom 嗰度咧，你可以睇下咧會唔會自己右左下角可以撳到原來有支筆出嚟嘅喎。咁你可以咧
撳到支筆觸揀個顏色就可以落個 tick 佢啦。嗱，俾多10秒鐘時間大家嘗試下啦，係啦，睇下試唔試到呢個功能喎。好，咁我見到有好幾位朋友咧已經試咗呢個功能啦。咁咧大家都好一致贊成咧，即係坐輪椅即係咧白色台嗰一位咧個姿勢係更加理想嘅，冇錯。咁因為咧點解左邊嗰個唔好咧？左邊嗰個咧，我哋見到佢駝晒背先。見到佢咧駝晒背即係隻手要戴得好高喎。張台咧唔係話貼合合乎佢嘅高度啦。通常我哋咧講緊合適嘅高度咧，譬如我哋做文書工作係有各樣都好，一般咧隻手我哋微微垂低，手踭呈90度，好似咧即係白色台嗰一個嘅畫面咧咁就係更加好嘅一個展示啦。咁個身要埋啲唔需要咧隻手遞好前拋好前咧都可以進食到嘅。咁就姿勢正確啦。即係唔會變咗食完嗰餐腰酸背痛都好緊要嘅。好，插翻大家嘅標記先啦。咁幫助姿勢良好啦。咁我哋咧留意翻一啲大環境嘅輔助喎。譬如講緊咧一個長者咧可能佢要坐輪椅嘅。留意嗰張輪椅咧最好咧個扶手腳踏可以翻得起啦，以此咧褪埋埋台嘅時候咧可以擺得貼服啲唔會離開好遠啦。又或者咧有一啲嘅輪椅嘅扶手咧，呢一個咧咁長叫做長扶手喎。咁其實咧有一啲咧叫做短扶手嘅佢就係2級短扶手。咁以此咧即係空住一個位咧張台咧可以再埋啲貼服啲去使用嘅。咁除此之外咧，可以用一啲醫療台啦。第二項嘅介紹係啦，升降嘅醫療桌即係電腦桌等等令到進食嘅位置更加貼服，更加理想。係啦，咁睇下家中嘅長者會唔會需要坐大班椅啦？係啦，或者咧屋企夠空間放大班椅。咁如果冇呢個空間嘅平時係佢嘅活動能力係要坐輪椅咧，咁都可以選擇咧加一個輕巧嘅台面板啦。方便佢坐喺度咧做一啲文書工作即係治理工作洗面進食都可以咧，位置更加舒適，自成一角喎。咁我哋中心嘅租借服務咧有一塊膠板可以俾大家租翻去試用嘅。咁除咗膠板咧，其實有啲重身啲就可以木板啦。或者而一啲都輕身啲可以咧舒服啲、軟腍腍啲咧有一個藍色軟墊喺上面，亦都有嘅。咁各適其適睇下邊樣咧適合自己家中嘅長者需要。咁預備食材方面咁我哋想象一個人咧，如果佢一隻手運作好，主要單手運作咧，其實咧我哋可以網購到一啲特色砧板嘅。可能復康店咧現成少有呢啲貨嘅，都真係。但係譬如透過網購咧，可以搜尋到呢啲工具嘅。陣間俾大家睇下佢哋嘅方便之處喎。咁呢度再展示啦。咁一啲食具啦，一般咧即係加粗咗個病可以有幫助啦。係啦，又或者咧係啦，再方便啲咧係有一個可調整嘅即係黏貼啦，或者係一啲一粒粒塞住嘅膠帶方便你咧隻手攝咗落去淨係喐大關節、喐手踭都可以運用到。係啦，咁好輕鬆彈嘅係啦，輔助筷子啦，係啦一啲斜口碗啦方面咧，乜嘢食冇咁容易即係就揈咗出嚟。係啦，咁咧亦都會有一啲好得意嘅小工具喎，係一條膠帶咁樣樣咧，好 smart 嘅設計啦，方便你咧隻手唔需要緊握住一樣嘢，緊握住支筆緊握住即係一啲東西，而係咧即係可能隻手指力都唔夠嘅，你攝咗隻手落去都係喐到手踭大關節咧，都可以運作到嘅工具喎。係啦，咁再得
有少少重溫啦，係易飲杯啦，係啦，好剔翻先，易飲杯啦，被指胸位杯，係啦，矽膠嘅軟匙羹啦，咁呢一樣叫做咧隔水匙羹。我哋見到個匙羹咧，佢有啲通窿嘅。咁隔水匙羹咧，原來喺即係經過一啲研究啦。咁譬如講緊話食通粉咁樣樣，咁通常咧即係湯通粉咁樣樣啦，有啲水有啲渣。咁有時咧水同埋渣係一齊食嘅話咧，可能都會容易逐親食得冇咁順嘅。咁但係如果咧滗起上嚟，隔咗啲水先，淨係食嗰啲通粉先，即係冇咁大啖水同時吞入去咧，又都可以預防逐親啦，即係會有幫助嘅，咁就好貼心嘅設計啦。跟住咧呢度有一汁草菇，係啦，係咩嘢咧？就係保溫壺喎。咁保溫壺咧其實喺餵食方面啦都好有幫助嘅。因為我哋想象咧煮咗啲嘢食，譬如擺喺個碗度咁餵個長者食咧，有時可能佢食得慢啲各樣好快脆就攤凍咗啦。咁將啲嘢食咧擺喺個保溫壺度咁可以 keep 到耐啲嘅時間咧，去都係暖粒粒咁樣樣嘅。係啦，咁咧保溫壺都好好用㗎。咁譬如咧，即係講緊你擺一啲流質湯入去咧，其實你鎖實佢啦。特別咧係冇話分開飯格嗰一啲燜，譬如類似呢類咧燜燒罐造型其實咧 keep 到成6個鐘咧都可以好暖嘅喎。係啦，好，咁即將同大家一齊咧睇一啲嘅短片啊。好，分享埋個聲音先。好，咁咧先同大家睇一睇。睇先，好 show 一個短片俾大家睇先啦。係啦，賽馬會 A 加係佢哋有兩款咧輔助餵食機可以租借嘅。以下器材係輔助餵食機。輔助餵食機係一部協助進食嘅餵食設備，用途係協助手臂或上肢活動有限嘅人士進食。輔助餵食機可以儲存最多4個設定檔，俾使用者喺唔同情況下使用。機身上邊設有顯示器，方便使用者進行設定。使用者可以根據自己嘅步伐同能力去享用美食，亦可以加強進餐時嘅社交活動，享受用膳嘅樂趣，同時減輕照顧者嘅負擔。係啦，咁佢設定咗咧，即係可以set 定咧即係佢送入口嘅一啲速度啦、角度咁樣樣嘅。我哋又睇另一個嘅清單喎。My mom used to be a projectionist, and that was when I kind of fell in love with film. Thanks, Mom. Clarence 全新 Extra Firm 明面霜，突破性 Collagen 3膠原緩活科技。無論係住院舍抑或居家，可能就係真善美嘅頻道啦，係介紹咧佢哋嗰款餵食機，咁喺賽馬會 A 加都有得租借嘅，就係咧佢會有埋一個碟啦，分開咗4格食物嘅嗰個款式喎。咁我哋一齊認識下佢運作。喺疫情下照顧長者1日3餐，要節省人手，更加要衞生同防感染，要避免交叉感染。一部美國 Obi 餵食機加埋即開即食嘅日本碎餐，都會係一個好辦法。Obi 自動餵食機除咗可以滿足長者自主用膳嘅需求，只需要調校進食角度，匙羹就會喺餐盤將食物送入去用者口中。佢可以唔需要照顧員，都可以俾用者食得衛生、食得安全，一人使用，自主進食不求人。
亦都可以降低交叉感染嘅風險。真善美亦都因應吞嚥困難同埋咀嚼困難嘅長者需要，推出多款由日本製造嘅碎餐同軟餐，即開即食。想熱食只需要按指示放入微波爐叮一叮就得，方便快捷又衛生。我哋搜羅咗多款口味，最新推出嘅有阿沙希麻婆豆腐碎餐同埋。呢度停一停先，係啦，咁佢咧就介紹埋咧，即係有軟餐呢樣東西啦。咁軟餐咧，我哋中心都有啲展示。咁正因為有一啲嘅長者啦，其實佢即係少咗牙齒啊，整個口肌協調吞嚥能力咧未必適合咧，好似一般人咁樣食一啲硬嘅餐剪碎咗都未必合適嘅。咁要食軟餐啦、碎餐等等。咁除咗咧，即係我哋自己用攪拌機各樣去預備咧，都可以買一啲現成嘅軟餐嘅，其中一啲例子啦。好，咁再同大家咧睇翻一啲比較特色啲嘅即係介紹喎。好，同大家睇睇咧呢個微笑湯匙啊，接啖嘢。食事を快適にサポートするスマイルスプーン。治療について、ここではゼリーを使用し而家ます。記咗一啖軟餐。適度なスライス型に切り出しやすいスプーンの形状を活用して、一口分をすくい取ります。可以喐喐後面個掣。スマイルスプーンは、そんな食事介助上の困難や切嘢食入スキルを口咁樣樣サポートするアイテムとなっています。係啦，就好似佢左邊嗰度咁樣樣咧，咁咧就喺即係就唔使咧個匙羹嗰度撩一撩個口舒服啦，只需要撳一撳個掣，推到嗰啖嘢食即係你撞嗰啖嘢食入口就 OK。あなたの笑顔を見ていたい。咁日本嘅一個設計啦，有時日本都有好多咧好有趣嘅小發明嘅。咁防翻轉旋轉湯匙喎。呢個寫樂檸網有手嘅，係啦，睇睇咧呢位即係跟长辈用餐时，是不是常发现有些长辈可能因为中风或者帕金森氏症，让他的手部会颤抖，没有办法稳定的握住汤匙，所以吃饭的时候常常把汤水洒得满桌都是，让他吃饭的时候变成是一件困难的事。今天我要介绍一个非常贴心的生活用品，是由我们欧生活辅具所发明的防翻转旋转汤匙。有了它，让长辈吃饭变成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这款防翻转旋转汤匙是专门为手部功能有障碍的人士所设计的，它有很多的功能可以解决我们长辈用餐时的困扰。第一个，你可以发现它这个汤匙的这个匙面是可以180度的旋转的，所以我手即使在抖的时候，前面其实都可以维持住一定的平衡。第二个，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握把特别的粗，所以对于很多长辈可能术后或者是他的握力不够的这些长辈，他可以完整的握住这样子的汤匙，让他可以更有这个稳定的感觉。第三个，它的这一个匙面是比一般的这一个汤匙的匙面还要来得大，而且它有一些这个防滑的功能。假崩红背多吃饭如果可以自行用餐，不要人家喂食，是最高的境界。这一款汤匙讓我們的長輩重新找回用餐的快樂與自信。咁佢就提到咧輔助工具嘅用法啦，幫助到一個人咧更加獨立自主，就真係好開心嘅。係啦，好睇一睇咧，跟住就感溫湯匙啦。譬如見到咧呢個例子咧，就係佢因為咧每款匙羹唔同嘅，有啲佢譬如呢個熱過43.3度咧，就會變白色啦。咁有啲可能熱少少，47或者50度先至變白色。咁都係一個指標啦。通常我哋啲嘢送入口咧，啱啱好即係接近40度度咧，即係體温至到接近40度40零度咧，就為之都剛剛好啦，就唔好太辣口，辣親條脷辣親即係灼傷咁樣樣嘅。咁就所以咧市面會有一啲
即係直膠嘅小湯匙會有呢一啲嘅功能嘅。嗱，當攤凍翻嘅時候咧，就會回復正常噶啦。跟住我哋睇下咧呢個智能防抖匙啦，呢個咧係要插電嘅，咁有匙羹啦或者叉嘅配件，呢樣咧都係我哋中心咧嘅樂齡科技租借計劃裏邊嘅，呢俾大家咧租翻去使用嘅，有需要嘅時候，咁佢會幫你咧，譬如調起咗。好似個匙羹咁樣揈極咧，會冇咁低啦，咁咧吸轉咗咧，佢都會自動感應翻轉頭嘅。咁至於話咧，係唔係一定好好用咧？都真係咧要用家嘗試過先至用嘅。因為咧即係坊間好多嘅設計啦，咁呢度展示咧一個 USB 插電嘅。咁有時咧即係一樣工具都唔係話即係個設計最全面啊，適合到每個人啦。咁都係要嘗試落先睇到咧邊啲工具原來較為適合嗰個人用喎。就係咁嘅情況啦。咁我哋再睇下咧一個磁石嘅系統喎。Hi, I'm Sharon. Introducing to you our TACTI range of 咁咧， disabled 我哋中心 coping 嘅扮 for people 桌 with 區咧， little or no hand function. 我哋展示咗 It 部 comes 分 with a 嘅。 hand strap 首 that 先帶一 has 條 three 手帶， magnets on it, and then each implement magnetically 有刀叉、 attaches to 匙 the 羹、 strap. It 筆 has a 套、 knife fork and spoon, 水樽套， each of which will attach 咁輕輕拍落去咧 and，then release 就 easily. 黐住咗個匙羹啊、 It 叉 also 等 has 等， an attachment for a drink bottle so that you can have a drink, 方 or 便 you 運作 can 嘅。 use it around a cup or any other implement. It also has a universal holder that can be used to fit toothbrushes, paintbrushes, or any other implement. 咁我哋可以睇一睇一個例子啦，運動方餐。咁佢準備咧一個呢個大關節啦，手腕手指唔靈活嘅，但係一個手踭比較自然嘅意思。都咧，佢轉咗一個直角設計，方面咧，即係兩隻手尾比較小幅度嘅喐動，都可以處理到咧切蛋啦、種食咁樣樣。就係有咁嘅情況啦。我哋咧今次亦都睇多少少咧關於廚房嘅一啲智能設計喎。係啦，好，我哋了解多少少概念啦。呢個咧喺我哋中心又有展示嘅。咁譬如咧唔想長者要擒高擒低攞嘢啦，咁如果地方各樣許可咧，可以用一啲電動嘅設計啦。係啦，讓到一啲櫥櫃嘅組件咧，可以係啦升降上上落落，方便存取啲用品啦。咁呢度就展示一個咧適合咧輪椅人士使用嘅廚房環境喎。咁睇一睇佢嘅介紹啦，譬如話可以用一啲電動嘅鉸啦，個門可以揈高嘅，係啦，個平台都可以上上落落嘅，係啦。咁呢一個咧，講緊個水喉啊，係啦。咁呢啲咧，其實喺裝修嘅鋪頭咧，可以買到呢類嘅水龍頭喎。就係咧，即係譬如佢本身個鵝頸咧好
好貼埲牆嘅，可能你要啲嘢擠得好前至用到啦。咁但係個喉可以拉到出嚟咧，讓到你咧又唔使烏咁前，都可以做到洗食材啦，洗工具嘅用途喎。睇啲先，佢個畫面好似停咗。好嘅，升降位置啦，係啦，啲東西咧擺喺低啲，方便咧坐輪椅嘅人士使用。世界口腔健康日，舒適達、牙銀色一齊成就更好口腔健康管理。都可以做一啲咧槓桿型，咁佢提到咧都係方便年紀人士啲嘢啊雪櫃可以做低啲啦，讓個水龍頭可以拉出嚟嘅。好，係啦，呢一度咧顯示如果唔係用電動咧，可以用個臂咧，即係有個動力臂拉到佢落嚟咧，都係好嘅概念。咁最後我哋睇埋咧，一個單手用到嘅廚具組件喎。咁呢個咧我就係對上一次咧預備一個講 talk 嘅時候咧見到嘅一段短片嚟嘅。大家可以睇下咧，你都中唔中意呢個設計喎？適合咧要單手靈活嘅人士使用嘅。調教啦，方面你可以夾實一啲嘅氣片先，可以單手打蛋。包住個塊包咧，或者有啲釘可以包住食，包住啲肉咁樣。計嘅特別嘅輔助工具咧，其實喺香港嘅福康店咧，真係冇乜幾可見到有嘅，係呢個薯仔刨皮。咁你可以即係搜尋字眼話單手嘅廚具單手切菜等等啦。咁咧就主要真係要留意咧，即係可能會揾到一啲網購嘅途徑咧，買到相關嘅設備嘅。好，停一停呢個先，去翻個 PowerPoint 度啊。好，咁最後少少嘅總結咧，係啦，咁透過今個月嘅陪你 talk 啦，同大家咧介紹咗一啲咧進食啦、預備食材類嘅一啲進食嘅輔助工具啦，包括咧環境上面點樣可以更加安全啦，
坐位嘅姿勢更加方便啊，以至咧即係用嚟飲水食嘢嘅一啲小工具都可以有幫助嘅。咁我哋中心咧有部分嘅展示啦同埋租借嘅。咁大家嚟到中心可以望下參考下。係啦，咁如果咧想用呢個餵食輔助機啦咁可以聯絡咧賽馬會 A 加啦。係啦，咁有一啲係啦，譬如呢啲工具咧，確實喺香港嘅復康店咧難揾到嘅。咁你可以咧搜尋字眼、單手煮食等等就揾一啲網購嘅途徑啦，去購買嘅，有需要嘅話，係啦。咁咧係啦，最後一題咧，咁我哋中心咁我就係職業治療師李姑娘啦。喺中心咧會即係負責咧職業治療嘅評估啦。咁復康品配對服務啦同社工一齊去了解。中心有樂齡科技產品租借服務啦。咁如果係進食類嘅話咧，我哋嗰個輪椅台面板啦，智能防抖池咧係可以有得租借嘅。係啦，咁一啲大型器材啦，譬如話醫療床啊，即係高背大班椅啊等等咧，咁我哋就冇得租借嘅。咁但係咧就透過復康品配對平台咧，有機會可以幫你揾到合適嘅捐贈品咁樣樣嘅。咁有需要咧可以就聯絡我哋中心去協助喎。係啦，好，咁多謝大家嘅參與啦。咁對於個別嘅產品有疑問嘅話咧，歡迎你可以致電中心啦去聯絡我啦，或者咧即係當值嘅同事去解答你喎。咁我今日主要都喺中心嘅。咁如果對於呢個題目有疑問，想咧個別問多啲問下意見嘅，都歡迎你可以打嚟中心問我嘅。好，咁係啦，多謝各位參與啦。咁就5月份職業治療陪你 talk 再見啦，拜拜。好，睇下先，聊天嗰度有人問到咧。好多謝大家嘅參與。係啦，咁5月見啦。呢個陪你 talk 咧就會隔週5進行嘅。好，拜拜。係啦，咁同樣今日錄影咗，睇下先。